下面，就是说，应该是第多少？下面这个课盘就比较长了。第四个呢，就是随念，就是如来之僧恩，这个分两个方面啊，就是随念如来之僧恩呢，深深的恩德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是那个作则随念就是如来之理，第二呢就是全解众生应当这个随念如来啊，就是分两个。其中就是第一个分散，随念佛陀在因地为法而苦行，第二，随念此法，若佛前自，亲自得殊多么光荣。第三呢，就是随念，一所生生缘起，一而生欢喜，就分这么三个啊，就其中，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个，如果你们记不清楚，以后有讲解没事。首先讲第一个颂词，佛尊你为真次法，曾经无所无量劫，屡屡摄身即生命，总爱亲人助树用。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就是想到就是随念，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为了这些缘起空性法门呢，就怎么样这个舍弃自己的这个一切就是也就是说，为了你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深深缘起这个空性呢，在多少万年、多少亿年当中呢，无数无量的这个界当中屡屡不是一次两次，成千上万次的话呢，将自己最宝贵的这个身体寿命自己的这个亲人眷属还有这个财产金银财宝等等，就是一切的一切呢，就试过这个无数次。其实并不是无缘无故而得到这么深深的这个真理就不是这样的就为种法故不惜生命，何况妄为。好像那个《华严经》里面也是讲的吧，就是为种法故不惜生命，何况妄为。这个什么这个种种难行难苦，种种难行苦行等等，就讲了很多，就所以为了这些真正的这个真的这个佛法的这种境界的话呢，那么就是舍弃了自己的这个性命王位还有一些这个承载眷属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是无量无边的，就是舍弃过的就是舍弃过的。因为你是这样，就是我们众生和你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应该是这个一样的，但现在的话呢，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当时该举派有一个叫做猪八根了就是猪八根了，他呢怎么讲的？他有一个藏文的讲，当不当求你们，玩的求几做你上，他妈求你做上去，他呢求了得胜词儿，以前猪八根了，就是应该记得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最初你和我相同，中间你以继而则，最后你以成佛果。如今我想你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成就者，我就字面大概翻译的吧，就是应该是不错吧。就是他在这个那个猪八根老师猪八戒派的最大的一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他到那个拉萨九我的佛像面前呢，就是他就这样一边说一边就是顶礼。他的意思是最开始呢，就是佛陀你和我是这个相同的，就是一样的。然后中间的话呢，你因为很精进，你积累了2资粮了。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你已经这个成佛了。现在呢，我只有向你顶礼。那天有一个同学，就是他也给我基本上这样说的吧。以前是我们都是同学的，现在你已经出家了，我今天供养10块钱说的。所以佛陀呢，就是是这个无所界当中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众生就是舍弃了就是这种这个生命舍弃了一切。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我们值得就是恭敬，值得供养。为什么呢？他已经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了就是开启就是这样的这个缘起法门，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过失，就是已经获得功德了。所以我们向这个佛陀这个皈依也好，顶礼也好，祈祷也好，这些都是这个有用。对我们来讲呢，就真的是觉得得利的，
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刚开始是你们两个是真的是这个同等的，但后来就是他发财了，后来就是这个同学也好，就是这个什么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求他，就是经常以前是我们是一样的，但现在我求你，就是求这个佛法也好，求财富也好，求名声的，我们实践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就这个成了省委书记了，我的同学就是然后就开始同学呢就经常找他，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实践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别人是真的有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真理上呢，就是供养他、皈依他，也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本书就是150斩佛里面呢也讲过，就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是于无量一界勇猛尽菩提就是勇猛尽菩提，就是尽去菩提，于彼生生众上生求妙法就于彼生生众上上生求妙法，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无量无边的这个无数的这个界当中无量无边的无数的界当中呢，就是为了就是去的这个去入这个菩提呢，就是勇猛的去这个精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无数次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无数次呢，失去了自己丧失了失去了就是自己最宝贵的这个身体和生命就身体和生命，所以呢，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正法。有时候我们真的这个为了正法呢，就是稍微有点这个苦心就这些是我觉得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有各位的话呢就是听一堂课呢，就是哪怕是你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辛苦也是值得的就现在的是应该就是我都有时候这样想的我们这个比如说佛法的一堂课的这个价值的话呢，就是大学里面的就是多少堂课就是应该如果像祈求解脱者来讲的话呢像实践上有很多这个出名的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什么这个剑桥大学、清华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里面真正就是给别人就是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说是他们从这个实践上面不好，不是这样的。实践上面确实是像那个美国耶鲁大学的话呢，我那天看一个介绍，就是有多少个总统就是在那里面就是培养出来的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就是然后一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那个小小的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中学，就是他这个建校呢，就是已经15周年了就是15周年，但是里面就是培养的呢，就是有700多个年轻的那个就是孩子，就是已经毕业出来了，就然后也大多数的人已经找到工作，就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就是找到工作，但是总的来讲是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700多年不是700多年700多个学生就是740多个学生吧，而且短短的一个15年当中呢，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只有42个人，就是刚开始只有42个人，就是95年的时候开始的，是这样的。所以在一个学校里面，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是确实也培养这个一些，就是这个是我们也承认就是这个功德和这个知识，但是从真正的生死解脱也好，或者熄灭我们的一些这个众生的烦恼和痛苦，在这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些学生也好，这些老师也好，在学校里面所学的这个内容的价值是什么样的？但一般现在我们一个大学里面呢，就听那个听4年的话呢，就是要上4年的这个课的话，那就是学费是要交多少的？一般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个缘起空性的这个价值跟那个实践的大学里面就是所得到的这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都并不是说是这个价钱呢，是怎么样的，但我们要知道是这个重要性。我们为了这个佛法，就是这个苦心呢，就是还是很值得这个需要的。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为了就真的这样的妙法，就是怎么样这个苦心的。我们也是相续当中真正是为了得到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不要这个害怕一点点的这种这个痛苦就人与人之间的稍微有点矛盾的话呢，不行，我听课的因缘没有啦，就是我马上要就是收拾行李就走了，就是拜拜喽，就这样，我觉得没有必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对这个涉及大的这个一些重要的生死解脱的问题就是应该是这个就是大家要这个看的重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懂得一个缘起空性的真理的话呢，这是在任何学问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你们可能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不一定是相同的。比如说，我已经通达了这个缘起空性的这种真理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是再没有什么超过他的一个学问了。就刚才在那边讲的一样的。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求法的人呢，就是也应该要知道，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苦行的，高僧大德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苦行而带来的就自己的这个境界。现在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就是得到这种这个空性的境界。得到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自己啊，一方面呢就是祈祷上师三宝，就是永远呢就是在相续当中，就是这种境界不退失。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身边还有就根本连这样的一种佛号都没有听到的众生是非常多的，所以为了自己自己或者是间接就是怎样就是度化他们，怎样呢就是帮助他们，就是这也是作为大乘佛子的话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空性智慧有了以后的话，自然而然就是对众生就是产生这个悲心的就像莲花生大师所说的那样，就身体这个空性的。就是间接的同时呢，就是对众生是自然而然生悲心的，这是一种这个规律就这是一种规律。所以呢，就有了空性见解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就传授给有缘的众生，摄受多多的众生，多多益善啊。